用一本書帶你行入一個未知維度。大家好，歡迎返返嚟書室空間，我係阿日。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我好喜歡嘅書，叫做《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Secrets of the Millionaire Mind）。咁我仲好記得大概1年前啦，我第一次睇呢本書，我係搭緊巴士返工嘅路上。咁我睇到其中一個 chapter 嘅時候，我真係覺得叮一聲，點醒咗我。然後我覺得嗰一日陽光都特別溫暖，成個世界都特別美好，所以我覺得呢本書係好有用嘅。咁呢本書呢，佢就唔係教你點樣投資啊，點樣理財啊，點樣買股票啊、炒樓啊嗰啲嘅。咁佢就唔係教呢一啲知識，而佢係想幫你去改變你嘅思維模式。喺開始深入去介紹之前啦，咁我就想請大家一齊嚟做2個小練習。咁第一就係請你將個手擺喺心口上面，大聲跟我讀：我嘅內在世界創造咗我嘅外在世界。然後第2個練習，請你用食指掂住自己個頭，大聲講：呢個係有錢人嘅腦袋。做得非常之好啊！咁呢啲練習係乜嘢嚟嘅呢？作者就解釋到呢，世間萬物都係由能量去構成嘅。當你大聲咁樣讀出一啲宣言嘅時候呢，嗰個震動頻率就會傳送返去你嘅潛意識入邊。作者就喺呢一本書入邊加插咗好多呢一啲嘅小練習，咁等你去幫助你去強化潛意識嘅。呢一本書佢第一個部分呢，就係介紹咗一個概念叫做金錢藍圖。點解有啲人呢，中咗幾千萬6合彩，但係幾年之後呢就會打回原形？作者就話係因為佢哋嘅金錢藍圖設定嘅問題。因為呢一啲人佢嘅金錢藍圖只係設定喺幾千蚊或者幾萬蚊嘅水平，佢哋嘅內在能力呢係守唔住咁大筆嘅錢財。咁相反啦，佢舉例 Donald Trump 曾經破產輸咗幾十億嘅美金，但係幾年之內佢就賺返嚟，甚至乎更多。點解呢？係因為 Donald Trump 佢嘅設定唔係喺100萬、200萬嗰度，而係設定喺10億呢一個刻度。作者提出嘅觀點就係，我哋嘅外在世界呢，其實只係內在世界嘅反應嚟嘅。咁佢就用咗一個種子同埋果實嘅比喻。咁如果你對樹上面結嘅果，亦即係你嘅財務結果唔滿意，你去研究嗰個果實係冇用㗎。你真正需要改變嘅呢，係地下入邊嘅根啊。換句話說，如果你想改變睇得到嘅財富，即係個結果，首先你要改變嘅係見唔到嘅嘢，即係思維，係地下嘅根。咁金錢藍圖係點樣形成嘅呢？咁有3個主要嘅來源嘅。第一就係語言設定。呢一個係好視乎你細個係聽過啲乜嘢嘅説話。你有冇聽過錢係萬惡之源，有錢人都係貪心㗎啦？又或者我哋買唔起啊？其實呢一啲説話呢，係會深深咁樣植入咗喺你嘅潛意識入邊，變成咗你嘅自動反應。第2個呢，就係模仿對象。你嘅父母係點樣使錢嘅呢？佢哋係好鍾意使錢啦，定係好節儉嘅呢？好多人呢，佢唔係完全咁樣模仿父母，就係完全咁樣係反叛，走另一條路嘅。咁但係無論係邊一種啦，你都係受緊佢哋嘅藍圖所影響嘅。而第3就係一啲特殊事件。唔知你細個有冇試過因為錢而經歷過一啲痛苦或者係難忘嘅事？
就例如係父母係因為錢而嗌交嘅，咁呢一啲情緒經驗咧就會將金錢呢一樣嘢同痛苦係會聯繫埋喺一齊。作者就提出咗一個核心嘅公式，就係實現程序。首先係設定，然後係諗法，跟住係感覺，之後係行動，然後就等於結果。咁要修改呢一套嘅程序設定呢，就需要經過4個關鍵嘅階段，你先至可以改變你嘅金錢藍圖。第一個係察覺，呢一個係改變嘅第一步。你一定要首先意識到某一件事嘅存在，你先至可以改變佢嘅。咁個具體做法呢，就係回想你喺成長嘅過程入邊啦，關於錢、財富、有錢人所聽到嘅語言啦，見到嘅模仿對象啦，同埋經歷過嘅特殊事件。如果你唔察覺呢一啲喺你潛意識入邊嘅制約呢，你就會好似一個機械人咁樣，完全地被過去自動化咁樣操作住。然後第二呢，就係理解。喺察覺之後呢，你需要理解你嘅思考模式究竟喺邊度嚟嘅。咁具體做法就係思考同埋寫低呢一啲你過往接收過嘅信息，或者係模仿嘅對象，究竟係點樣去影響你目前嘅財務生活？你需要明白呢一啲嘅諗法並唔係你與生俱來嘅，而係後天被教導出嚟嘅自然反應。第三就係劃清界限。當你了解咗思考嘅來源，你就可以意識到呢一種嘅思考方式並唔等於你自己。當你察覺到呢一啲念頭嘅時候，將佢睇做係一個擺喺你嘅心入邊好耐，但係依家已經唔再係有價值嘅信息檔案。你一定要明白，你依家所擁有嘅所有選擇咧，都係可以改變嘅。你可以擺脫呢一啲舊有嘅設定，同埋根據你現時所希望聽日嘅自己係點嘅樣嘅嚟去決定你要保留呢一啲定係放棄呢一啲嘅諗法。第四係重新設定，呢一個咧係最後嘅一個階段，亦都係將新嘅有建設性嘅思考方式擺入去你嘅新腦袋入邊。咁作者就建議提出宣言，即係頭先我講到嘅一開始帶你哋一齊做嘅小練習，嚟去訓練你嘅潛意識同埋心靈。當你大聲咁樣講出呢一啲宣言嘅時候呢，嗰啲信息就會傳送到去你嘅潛意識入邊。咁另外呢，你都要必須練習書入邊之後會講到嘅有17種嘅財富檔案，去學習有錢人嘅思考同埋行為模式。第二篇呢，就嚟到呢一本書嘅精華，作者呢，就比較咗有錢人同埋窮人喺思考同埋行為上面嘅17個差異。當時呢，我睇到財富檔案1嘅時候，我係真係叮一聲，醍醐灌頂。第一點呢，就係有錢人相信我創造我嘅人生，而窮人係相信人生係發生喺我嘅身上。呢句説話講得真係非常之精警。作者呢，佢帶出嘅核心觀念係，想要創造財富嘅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係掌握緊人生嘅軚盤，尤其是係金錢方面啊。如果你唔相信呢一點嘅話，代表咗你對自己嘅生命同埋金錢都係冇掌控權㗎。咁作者就話到，窮人呢，成日都係扮演受害者呢一個角色，同埋佢會有以下3個特徵。第一呢，就係怪責，佢哋好鍾意怪呢樣怪嗰樣，佢哋會將個錯呢歸咎於依家個市環境唔好啊，政府呢有啲咩 policy 啊，又有外勞啊，又有高才啊，
股市又唔好啊，最衰都係老細咯，同事咯。點解我阿爸唔係李嘉誠啊？總之咧，所有錯都係千錯萬錯，都係人哋嘅錯，呢個社會嘅錯，呢個世界嘅錯，而唯獨咧唔會檢討自己。咁而第二樣咧，就係佢哋會好鍾意去揾藉口去證明自己嘅困境係合理嘅。例如話，其實錢都唔係好重要啫。作者就話咧，任何講錢唔緊要嘅人咧，其實都係冇錢嘅人，因為錢咧喺佢發揮到功用嘅時候係非常之重要嘅。俗語講得好，就係有錢唔係萬能，但係冇錢係萬萬不能。而第三個受害者特徵咧，就係抱怨啊。抱怨咧，其實係好 worse 嘅一件事，因為你關注嘅事咧，佢會越散越大。你喺度不停呻嘅時候咧，你關注嘅其實係一啲錯嘅事，咁樣咧就會吸引到越嚟越多錯嘅事去進入你嘅生活入邊。呢個世界其實冇所謂嘅有錢嘅受害者。每一次你去責怪、去揾藉口或者係抱怨嘅時候，其實都係斷送緊致富嘅機會。我覺得作者講得好好嘅一個 point 係，佢係 focus 喺窮人係扮演緊受害者嘅角色，佢唔係真係受害者，而係窮人係會將自己放入受害者嘅位置上面。你試諗下，當一個人呢不停咁樣怨天怨地、自怨自艾，佢其實最終嘅結果唔止係冇錢啦，而係佢將成個人生嘅掌控權擺喺其他人嘅手上。咁當時呢，我睇到呢一個 point 之後，我真係醍醐灌頂。我就開始反思，其實唔止係金錢，而係你成個人嘅處事模式啊，你個心態其實都係需要積極啲、主動啲，而唔係成日將自己擺喺一個受害者嘅位置，咁樣先至可以攞返自己對生命同埋對金錢嘅掌控權。而財富檔案2呢，就係有錢人玩金錢遊戲係為咗贏，窮人玩金錢遊戲係為咗唔好輸。咁窮人呢，玩金錢遊戲，佢採取嘅係手勢，佢係關注生存同埋安全感；而有錢人呢，就係採取攻勢，佢嘅目標呢係創造龐大嘅財富同埋富裕。窮人嘅目標就係夠錢找卡數就 OK 啦。咁往往呢，去到最後，佢哋就淨係可以攞到啱啱好夠找卡數嗰筆錢。咁而中產階級嘅目標呢，就係舒服就好，但係舒服同有錢呢，就係差天共地嘅。咁例如喺餐廳嗌餸嘅時候呢，佢哋呢就淨係咁睇價錢，而唔係想食咩就嗌咩。而有錢人嘅目標呢，就係賺大錢。咁最後往往呢都會過得非常之舒服。所以如果你嘅目標呢係過得舒服呢，你好可能永遠都唔會有錢。但係如果你嘅目標係賺大錢，你到最後呢就有機會舒服到不得了。第三個財富檔案就係有錢人努力讓自己變得有錢，窮人一直想要變得有錢。作者就話到呢，大部分人冇辦法變得有錢呢，係因為潛意識入邊對財富係有啲負面嘅印象，例如係怕俾人綁架啦、怕交稅啦，又或者怕責任太大。咁呢一個呢，就導致佢哋傳遞俾宇宙嘅信息係混亂嘅。咁宇宙呢，就冇辦法支持你呢一個諗法啦。咁佢就講到有3種想要嘅層次嘅。第一就係我想要變富有，呢一個呢只係空想，係冇實際嘅作用。第二，
我選擇要變得富有。呢一個代表咗做出咗決定，排除咗其他嘅選擇。第三，我致力於變得有錢。呢一個就係最高嘅層次。咁意思咧就係你毫無保留咁樣貢獻自己，願意付出一切嘅時間同埋代價嚟去達成富有，即係你真係要 all in 咯。作者就話咧，你係需要專注、勇氣、知識同埋100%嘅努力。如果你唔係全心全意咁想要創造財富咧，咁你有好大機會都係創造唔到啲咩財富嘅。財富檔案4，有錢人想得很大，窮人想得很少。你嘅收入咧同市場認為你所產出嘅價值係成正比嘅。咁價值咧就係由供給、需求、品質同埋數量去決定嘅。咁其中最關鍵嘅咧就係你服務咗又或者影響咗幾多人。窮人咧就會因為驚失敗，又或者係覺得自己冇價值而選擇玩得細，但係有錢人呢，佢係會願意玩大佢嘅，因為呢一個同佢完成人生嘅使命有關。作者就話呢一個可以幫到人解決問題嘅同時可以賺大錢嘅人就係企業家。咁如果你可以幫助到越多嘅人去解決問題，你嘅心理、情感、精神同埋金錢上面呢，都會更加之富足。